拯救2個半小時，3人命喪廢鐵中。一次意外，2個巴士前後夾擊，3人牢牢被困於變成廢鐵嘅的士。消防處喺11點38分接報，派出11架消防車、60個消防員、22架救護車同60個救護人員，但面對一堆唔似車型嘅廢鐵，都無從入手。巴士嘅制動系統鎖死巴士車轆，連拖車都拖唔喐。時間不斷流走，消防再用拖車同油壓積起巴士車頭，另一邊上就用油壓剪開的士車頂。經過47分鐘，先救出第1位傷者。佢哋分別嚟自英國同瑞典，嚟香港公幹。尋日見有啲時間，帶住一部相機，搭的士去港島東嗰邊玩，點知嚇死異鄉。消防要花2個半鐘頭至救出53歲嘅的士司機，最終亦都返魂乏術。被監生夾死嘅的士司機黃劍仲同太太住喺深圳福田，揸咗30年的士嘅佢，每日就喺深圳灣同夜間的士司機交更。親友話劍仲份人好隨和，唔煙又唔酒，最多都係打下衛生麻雀，但為咗養家，辛苦啲都冇所謂。估唔到飛來橫禍。